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。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这你哪会用啦？对啊，你哪会用呀？放煞。那你两个是咧计较啥物啦？你无听人讲仙人拍鼓有死处，啊骹步打叉是啥物人无？人就知影通改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若是讲吼，恁较早互伊骗去的吼，嘛是怪恁家己小贪啊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上贪就会软鸡蛋啦，迄嘛是互恁一种教训啊。后摆唔通遐尔啊小贪，知影无？马金婆啊，我知影唔对啊啦，这家手指你的我恨你啦。真不啦，这吼，这拢总多200万啦，这先还你，厝内欠的遐钱哦，我咱慢慢来还啦。这200万，段金婆爱注意哦，这200万唔知伊倒会讲骗来的。这唔是讲骗的啦，这就是一个吼签一支200万啦，伊就讲句啊。这算做伊讲久的钱啊！我妈的多乱骗啊！你凊彩讲的对啊？哦，后迄个人安尼一摆一支签200万，倒一个遐慷慨啊！哎呀，你个怎么样？迄个人的名叫做慷慨啦！啊，慷慨！是啊是啊是啊！啊，慷慨爱签哦。对啊。哎，啊无安尼好啦。你欠我遐钱吼，我自安尼准拄好，莫甲你讨。啊，伊欠你的钱，你也自我甲拍拄好去啦。安尼哦，安尼有听有听，我去甲大金婆谢多谢，谢多金婆，大金婆。唔免说多谢啦，啊无安尼吼，你这200万就是慷慨签的对无？是啊是啊。啊，咱即马就爱提去还伊，你是煞甲慷慨汇一了唔对咧。哦，这应该，这应该。好，好，那安尼咱斗阵行。拜托，这200万还你。什么还我？这是我私人应该你摕去啊。无啦，这我应该爱还你的啦。奇怪咧，啊，你是讲说我慷慨输袂起是哈？什么我爱摕倒转来？你要侮辱我是哦？慷慨啊！但你嘛莫安尼，人都已经甲你认着，安尼就好啊，钱收起来啦。钱无算啥哈，我输就输，我无法摕转来。哈，你唔摕转去哦？小姐，啊那安尼我就将这200万甲伊。好，大姐夫，你过来，我看你面子，我也收转来。我哦。我甲恁丈夫，我今仔判大金婆的面子，互恁一个机会，互恁三个要重新做人。是，听有无？是。我当然。啊？来，我甲颁奖。安尼好啦，这10万块，互恁三个分，以后恁去做一下小生意，听有无2撇的啊，10万块要哪有够啦？是安怎无够？10万块尔啦，会记得我少年的时阵，200块，我是来破卡塔车后壁载一支啊冰桶，安尼滴滴答，今仔10万块还佫无够。
哎呦，当你慢慢咧，较早，咱借问的哈，是几年前的代志啊，时代无共啊啦。即摆若小可一个材料，也是讲一个单，都唔止10万啊，你知无？对咩？摕10万块要用3个本哦，两笔嘞加一寡啦。慷慨先生，无10万行李啦。咩？来，出来。我加20万，我好，恁一人10万，吼，安尼有够啊，吼，大进步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妥当的，啊，安尼敢有够？要哪有够？两笔啦，即马要做一个生意哦，都爱租厝啦，爱押金啊，还佫装潢啦，30万要创啥？上少嘛，才拢摕去。安怎？无够哦？我嘛感觉200无够呢。慷慨先生，安尼我想当袂起啦，无这拢行李啦。你在讲啥？慷慨哦，伊人真慷慨呢，这200万尔算啥？你外想伊会生气呢？安尼哦，你看，讲生气随便面啦，有看无？较紧的啊，人说多谢啊。哦，对，慷慨先生，多谢你哦，你人是真慷慨。对啦，唔通你甲人说多谢，唔则对。慷慨，啊，你即摆感觉安怎？感觉精神足好。足好呀，你讲精神足好呀。阿爸，你也来啊？对啊，拄则恁讲的代志吼，我拢听到啊。有听到？嗯，啊，你这200万哦，阿爸，你这200万吼，做了足水亏的呢。水亏。嗯，自从阿母过身了后，伊即届做代志做了上对啦。阿爸，我愈来愈欣赏你啊。我开200万，恁查某囝对我的看法拢改变，煞了佫讲，啊你价值。来，大家用。好呀，哎，酒甲关我酒啊，就啊，水来。就。安尼啊，阿呆啊，唔是我咧讲呢，啥物代志哦，若拄着阮三个吼，参我特动的吼，万事拢嘛特动。妥当的。啊，当我平时是安怎咧甲你教，你拢总袂记的。甲你讲，咱若甲人斗3工吼，啊，都爱互人对方家己甲咱感谢伫咧心肝内，安尼唔较对，唔通常常挂单咧嘴讲我甲人斗3工，安尼袂输敢若咧甲人讨人情的，咱会歹势，你知无？没啦，大金哥。恁两个吼，以后就甲恁老爸老母讲，唔通搁再跋筊，迄筊一定爱改，吼！来，咱大家来干杯，庆祝咱即马吼代志圆满解决啦！来，干杯！安尼啊，你哪不爱啉？安尼啊，代志都解决好啊，你先哪唔啉啦？大金婆啊，啊！大站的是解决，还佫有一站细站啊。哎呦，你的代志哪会遐济啦？遐尼啊济站，也有大站的，也有细站的，也有我多。细站互我处理得。囡仔人有耳无喙，伫咧插啥物？人大还袂讲啊，你也知影代志是生做啥物款？哼，是到底倒一站啦？啊，大姐啊，就搁问，大家嘛知，是安尼，因老母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一个搭专装搭因老母一个，伊即摆就是咧烦恼因老母甲因某幸如啊，代志严重啊啦。敢才是遐尼严重？大金婆啊，这件代志你一定爱斗3工才会用的啦。使啊，安尼哦，咱紧来啊，处理。无咯，我看你也是莫去啦，先互我来去了解一下。出去啦！叫你死！你啥人听会晓啦？小查哦，叫你出去是要叫我讲几遍？甲我离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若无离哦，你来试看卖。妈。哎呦，无你是你甲捡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坑的啦！妈，拜托你莫甲英如赶出去啦，好？安怎？我跟你讲哦，即摆是恁某较重要，还是我较重要？你讲，讲啊！你讲啊！讲啊！当然嘛是两个拢真重要。免啊！
去想啊好啊，有我就无伊，有伊就无我，你家己敬者。妈，我若有啥物所在做毋对，你甲我讲，我改进。我确实毋知影，你是安怎看我袂顺眼。我看你是足袂顺眼，你的头毛、你的头壳、你的手，我拢袂顺眼，拢袂顺眼，拢袂顺啦。妈，莫安尼啦。安怎啦？你是咧气你是哈？唔是啦，我毋是你甲点点，甲徛在边啊，徛在边啊。你哦，你免甲我计到迄个苦胆面。我甲你讲啊，我叫你喙，你就甲我死喙。你若毋喙，我就不讲我你啊，最告别。我甲你讲。你别出妈，啥人妈？妈啊！莫啦，妈，是我看你甲我赌。安啦，有我大婶抱啊出马吼，绝对无问题。这样啦，哎呦喂啊！啊，这下问题大了啊！大婶婆。算来这个阿婆啊，嘛真好运呢。啊，哪遐准啊？坐来咱遮尔，就去互隔壁阿金妈甲讲一份去。这款也要来签牌哦，霸面着。吼吼，阿爸你来行的，即摆才签着呢，三两啊中偌济呢。有影？啊趣味个，啊着袂晓去好好游览佚佗，开一下钱对无？三马专人走来遮，去互隔壁阿金妈甲讲一份去。啊，伊甲隔壁安怎熟悉哦？什么叫熟悉呢？咱两家的节目哦，拢是大金婆替咱解决的呢。啊你？咱节目就是伊斗相共替咱办的哦。是啊，顺开咱大温情人啊。对，啊，阮即回哦特别甲邀请来，就是讲哦，看会当开讲，是安尼因老母会当好好啊对待因有无？现在是啊，因老母哦，真无意思。哼，但迄个什么卡笑？伊知影啥做温情无？哈，我讲，咱千万袂使有人安尼，咱着把温情小等来精神起来吼，爱好好对待人，知无？是。哎呦，哎，真是安尼。是，来，大叔哥，你请来哦。哎呦啦！啊，我来倒车哈。大金宝啊，真失礼啦！啊，都阮妈妈哦，无小心甲你讲一个分去，啊，你有安那无？哦，无啥要紧啦，是讲吼，咱讲实在的，即摆吼要来苦劝恁老母，我看这毋是简单的代志。大金婆你来行的，若要考考老母哦，确实无简单。要毋过吼，你放心啦，虽然无简单，嘛过我有办法苦劝恁老母改变。啊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假是牛哦，看甲北京嘛是牛。老朋友啊，啊你若安尼讲哈，好歹嘛是厝边啊，啊有啥物代志都爱互相斗相共，安尼毋才对，毋通为着小事啊，就安尼伫咧冤，安尼算啥物好厝边？你无了解啦，迄毋是讲我爱讲啊尻川后话啦。大家嘛知影讲新妇啊，囝婿拢是拜主咧，应该守命命毋才对。啊，像这款，伊敢捌报啊？只敢甲咱苦读新妇尔，哈，互这款大厝边哦，实在有够衰啦。哎呦，啊你若讲安尼，啊无要安怎讲，哈哈，有这款厝边哦，早来足凄惨啊啦，早来想要搬啦。迄是讲毋茫讲看到一个竹仔尾哦，啊碰啊大档的哦，来买一个电草通享受哦，啊无法度啊，啊有这款带彩旗的厝边哦，你若签袂到，逐支嘛讲句，害我讲到强用这个厝要叫要卖掉，你知无？啊喏，你嘛莫讲甲歹听。我无想要怎讲。咱西安你遮民主嘛共留一个。其实吼，阮阿母是性地较歹啦，心肝原来袂歹啦。安尼啊，无要紧啦。恁老母虽然性地歹吼，也毋过我有办法使伊改变，你要相信无？咩啊？啊，迄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安尼啦，你若有法度互因老母性地改吼，我这王字吼，以后拢倒头写，安尼好无？哎呦，王先生啊！啊，等你迄字王吼，搁正头写也是倒头写，拢嘛是王。干嘛呢？对，拢共款咯。啊无呢，咱博一个较有咧，吼，
你若有法度改变伊的个性吼，我算输你，我输你我后壁迄窟鱼池啊，规个拢送去，安尼好无？哎呦，你这个人呐，安尼侥幸拢难改，含说你也要搏，卖啊，啦。惊着人无把吼，温书的吼，对无？你既然甲讲我惊，啊无安尼好啦，我若无才调劝安尼因老母改变个性吼，我才输你10两黄金啦。惨你，好，滚水眼啊！驷马难追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阿母，通安尼啦，我实在哦，真看袂惯四恁大家对你安尼啦。阿母，大家讲心事，这是世上有的代志。我若人讲几句啊，都等喺外头厝。安尼人讲英仔话，你知无？英仔话哦，我听真济啊，传甲对咱装的去。你莫听人乌白讲吼，什么乌白讲？我来这撮看了真详细。恁大家哦，毋是讲简单甲你骂几句啊，准拄好。伊是明明伫咧苦毒你。阿母，看真计哦安尼，都是世界的人，较哪艰苦。我就爱忍耐，我生是世界的人，死是世界的鬼。今仔日我不用甲你倒转去，幸如，你哪会这么戆啦？即嘛是什么时阵啊？你还阁有这款想法？阿母，我知你关心我，我知你疼我。我的大家伊是性地较歹，啊，不过安尼对我真好，真体贴。俗语嘛有讲过，在家将夫，出嫁将夫。只要我的翁婿对我好，较哪艰苦我都会当忍耐。阿母，我过啊真好啦。幸如，你哪会这么戆？你这个戆查某囡仔。阿母看你安尼是偌唔甘的，我的心内是偌艰苦。阿母，实在是足难。啊，亲像这么好的心，是要去倒位找？好，我决定要甲伊斗3工，互幸如啊过着幸福佮快乐的日子。当呢？安尼啊？你是要去倒啊？我要去找幸如啦。啥个啊？啊，恁某才出去几点钟久尔，就安尼找紧紧啊，是吗？妈，我去找幸如是应该呢，伊是阮某呢。啥应该？哎，无你是安怎？你惊无某是？你若惊无某吼，有啊，才去找一个互你做某啦。啊，佮再讲啦，幸如是因老母带转去呢，毋是我甲赶出去啊。哎呦，老东西啊！啊，这个话你也讲会出嘴哦？我是安怎讲袂出嘴？我若点阮兜，我若要爱安怎讲就安怎讲啦，免你管。咱你嘛唔通安尼讲，其实恁幸如啊吼，啊甲恁安尼吼是足有效，佮足听你的话，你知无？安尼啊？安尼啊？那安尼吼，妈若甲你讲袂用去去，你就袂用去去哦。啊，我内面有炖一只鸡伫的，入去啉鸡汤，哈。我无爱啉鸡汤，我要去找幸如啦。你甲看啦，安尼讲听我的，安尼讲甲我有效啦，敢安尼啊？敢有这落囝呀？啊，这就你等下。我已经甲阮阿母送转去啊啦。拄则阮阿母留对你失礼所在，我甲你回失礼。哼，你阁真会做人嘛？阁会甲我回失礼？哎哟，当你心肝内底想啥，我毋是毋知影。哼。阮入来啉鸡汤哦。哦，你甲看，你甲看啦！哦，
有讲安尼啦，讲对伊某遐尔体贴啦。吼，我实在吼，人讲了一点仔都无毋对啦。人讲红亲无亲，放老婆仔伫拍车恁啦。穿红衫卷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嫁翁也陪？人讲了一点仔都无毋对啦。人讲红亲无亲，放老婆仔伫拍车恁啦。我这个老婆婆都用了，我歹命，我歹命。哎呦，老东西呀！其实你吼是有好毋捌欠，你的命已经袂歹啊啦。我，嘿啊，我好命，好命，你甲我比起来吼，还阁差济咧。你若要抢我，你目屎都流摊血的。啊是安怎讲啊？我嘛是甲你同款，我敢若生一个囝尔咧，阮囝因老爸阮翁吼早都死啊啦。我就安尼温柔啊甲请，温柔啊甲捏，甲饲甲大汉，哦，搁开一笔钱甲伊娶某，我友好咧哦。友好好啊，毋是友好我呢，是友好因某呢。哈，啊，真是有这落代志啊！啊，这无诶，毋是甲咱安尼尔，讲嫌我败家啦。我安尼接一寡老师囝吼，拢甲我乌去破缴，破迄个什么中学仔，一寡钱甲我偷摕去输输甲要了。你若甲我比起来哦，你若甲我差真多哦，歹命！大金无看英国坑的无法度，马上改变方式，英国爱靠飞啊迄步，但是这是毋是有效咧？若是无效，要坑化施安因老母，是毋是还阁有啥物款的撇步咧？伊甲阿呆因老爸相输的10两金啊，敢会去输去咧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敬请继续甲阮收看大金箔串江湖。想当时的海边，使人头醉，有情话有笑声，糖甘蜜甜。你讲要保持一个经典，为何你醒来断情丝？啊，伤心的珠泪，伤心的珠泪，滴落海水。激动的波浪，激动的波浪，替我抗议。你无情，你无义，你无情，你无义。